喺香港，其實唔少人都忽略咗立遺囑嘅重要性，總覺得仲後生啦，未有需要。但其實遺囑係保障家人同資產分配嘅最直接方法。點解嚟講呢？首先，如果一個人冇立遺囑就離世，佢嘅財產會按照無遺囑者遺產繼承條例分配，而呢套法例未必符合你嘅心意。例如，配偶同子女會按比例分配。如果你冇孩子，父母都有權分一部分，而你想特別照顧啲人，例如伴侶、兄弟姊妹，甚至某位親密親人，法律未必自動保障得到。但如果你有遺囑，你就可以清楚指定邊個會承繼邊份財產，指定遺囑執行人，指定未成年子女嘅監護人，甚至安排特定禮物俾某位親友。最重要嘅係一份合法嘅遺囑，能夠避免家人之間出現爭拗，減少不必要嘅時間、金錢同壓力。立遺囑其實唔複雜，由律師協助，可以確保文件合法有效，冇歧義，亦可以確保你嘅心意真正受到保障。無論你係單身、已婚、有小朋友，又或者擁有物業、投資、公司股份，立遺囑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人生安排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，或者唔知自己應該點開始，歡迎聯絡我哋，我哋會為你提供清晰指引，幫你妥善保障自己同家人嘅未來。